来镜头所等的台湾，来看新竹湖口营区有一个属陆军火药部队251的这个新兵，讲这个菜鸟啊，疑似为靶场偷摕一粒枪子，趁着到营区做测验的时阵，举步枪走到便所偷开枪，马上就互干部带去调查。国防部长顾立雄是强调讲，会来加强军纪风险的控管。 提枪是弹射击是义务兵训练过程，不过，就伫咧新竹湖口营区火药部队，昨透早煞伫咧基地内底便所传出枪声响。原来是有一位陆军109旅火药部队的义务新兵，伊敢若伫咧进前拍靶时，为靶场内底偷摕一粒枪子，佮随身扎伫咧身躯顶。直到伫咧湖口营区测验时，竟然摕步枪到便所，甲偷来枪子摕来弹，惊到营区全部的人，加在这位新兵无叫弹着，嘛随叫干部带走调查。 那怎么会允许弟兄带着一整支的枪进入厕所？这是我服役32年从来没有看过的事。我要核定你的射击需求，然后射击的发数。那你射击结束以后，未射击完的子弹加上射击结束后的弹壳，这个相加一定要等于1156发，一发都不能少。如果有缺少任何一发， 那必须要由连队的主官挂保证。事实上，国军领枪子拢有规矩，无射完的枪子加上射击结束了后留落来枪壳，必须要甲当时领枪子分量同款。就算减一粒枪子嘛袂使，只是枪子无去，就含枪目防举到便所，敢讲拢无人咧管制。 我们现在基于实战化的要求啊，我们都会配合步枪，枪支的部分是他随身携带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实战化的训练的要求的风险哦，控管到一个最低的一个程度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努力来做到的。 目得到应付火器的火药部队，进前是陆军步兵第109旅，佮捌参加过8里3战争，虽改名附身的名字，不过这边义务兵摕枪子佮改弹出去，会佮一摆看上版面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